哦，各位行者平安。今仔日是真好的天气，咱会让大家组织在遮。圣经安尼讲，我的心神啊，你着乌罗耶和华，记若伫我内面的，也着乌罗伊的名。我的心神啊，你着乌罗耶和华，唔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典。来，咱即时来看圣诗38首第1节。乌罗专灵的主上帝，来，乌罗专灵的主上帝，造化被大君咯，世界最大开那拯救，你着乌罗尊重，听见的人着真理秘密心地，因我甘心欢喜起赞。第1节搁一届。乌罗专灵的主上帝，造化别大君咯，你最大开那拯救，你着乌罗尊重，听见的人着真理秘密心地，着我当心欢喜存在。好，咱即时搁来看第2首歌，圣诗47首。咱若有迄个圣诗的时阵，咱会当来掀起来看吼，因为遐有谱。来，即条圣诗是上帝独生囝。咱头前要唱2个反复，吼，再来甲 B 段，再来 C 段都要唱2届，过来再回到 A 段，吼。所以咱一届咱来唱看卖，吼。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来。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离开天地，向比来降世。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离开天地，向比来降世。欢喜临到世间，听他阮的无限。欢喜临到世间，听他阮的无限。为咱来出世，救咱出头天。为咱来出世，救咱出头天。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离开天地，向比来降世。吼，这首歌是爱安尼唱哦，吼，来，一摆咱搁一届来吼。来，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离开天地，向比来降世。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离开天地，向比来降世。欢喜临到世间，听他阮的无限。欢喜临到世间，听他阮的无限。为咱来出世，救咱出头天。为咱来出世，救咱出头天。上帝独生囝，道成做肉体，离开天地，向比来降世。好，这首就是安尼唱吼。啊，咱过来看上后一首吼，圣诗63首，基督降世迄一时，基督降世迄一时，朴素欢喜去找伊。
得着星带路之明，引就地到主面前。主愿爱你上来看，心爱君你得平安。来。再个一架。基督感谢迄一世，朴素欢喜去找伊，得着七传路之明，因就得到主面前。主愿爱你上来看，亲爱故你的平安。好，咱今日学落甲这。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今日是大港节头一个主日，要请张友全读经、中港会的祈祷、罗辉的演节。上主讲，时日特别到，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太人应允的祝福，拢要实现。伫遐的时日，我要互大庇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伊要伫即个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因为伊会执政，犹大要得到解救，耶路撒冷会当安居乐业，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创造宇宙万物，慈悲疼痛的上帝。2000年前，你对在水里玛利亚出世，道成肉体，成做阮世间的拯救。主啊，你有讲，我也要过来，当时已经到。主啊，阮呼求，阮渴慕。阮听候，求你紧紧过来，因为伫迄时，钟声要大弹，世间要充满你的阳光，甲愿望。迄是阮是大的稳定甲喜乐，地上要充满你的公义甲公平，这是阮的好美好的日子。当阮点到大港节。腊节的时阵，细细一拍火，是主你愿望的信号灯，互阮心中的黑暗消失，目屎的拭干，你补填一切心中的破碎甲犹疑。因为你用疼心甲公义来医治这个世间无合你旨意的所在，主啊！当阮布置教会这段的时阵，求主啊帮助阮布置家己，阮要用诚实的心灵
用悔改，用清气的心，用看无家己诚侪世间的光甲盐，用合理主义的疼来压制你，来调见你。主啊，阮仰望迄日天开，主降临，你要重新改造这个世界，恢复上主你的爱电乐园，用公义、仰望甲疼来统治这个世界。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乐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大家来吟圣诗38首，学乐全能的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地，同心来祈祷。至悬至大、全能的父上帝，感谢你的保守，环境有好的天气，来到圣殿，就伫你的圣殿，无方便的人，嘛会当伫线顶，拢通来敬拜阿罗你。天地万物拢是你创造，
每一天拢是咧想事。阮要珍惜，为着每一天新的开始，献上感谢。总是原人类对环境的无疼惜，致到污染严重，气候反常。求主怜悯，唤起阮每一人警醒，对家己做起，努力来保护固守一块土地。主啊，也求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伫即个世间，行公义甲怜悯。即几年俄乌的战争、以下的战争，造成侪无辜的人民的死失，会求你怜悯，求你赐予执政者智慧，听叹你的话语，固守阮所徛起的所在，互和平临到世界。今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伫期待纪念主耶稣的出世。阮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囝主耶稣来到世间，为阮的罪受苦受难，顶十字架死搁活。当阮愿意悔改，你就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亲近你，有永活的愿望。也求你的圣神充满阮，互阮有气力，好胆行出去，宣扬福音，荣耀你的名。伫这人教会设教120周年的纪念，感谢上帝的带领，经过侪前辈的祈祷奉献，经历侪新约，伫人看无可能的事，在伫上帝凡事拢会，互信仰得到传承。即几年教会改建完成，增加侪使用的空间，我也应该珍惜，拍拼来宣扬福音，互搁较侪人来到教会认捌主耶稣，互这咱教会成做指标性的教会来荣耀上帝。感谢主保守阮感恩节的见证的分享会，也求主保守下礼拜的圣诞茶会以及圣诞节期所有的活动，来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前，互阮所做毋是空空。万事拢有定期，总是万事拢有你的旨意。虽然有时阮袂得了解，总是由阮爱感谢。你是听阮的，你所为阮备办的超过阮的所求所想。阮也为会友甲宿中间有病痛住院，也是伫厝疗养，拢求你来看顾陪伴因。互每一位倚靠你的，拢得到快乐甲平安，得到医治。互课堂诚做见证，诚做祝福。阮的祈祷有限，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我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大家掀开新版圣诗后面2039页课文第22篇，就是诗篇95篇，咱三个来启用。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因为伊统合伫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大家来吟圣诗47首，上帝独生囝，请起立吟全首。上
请坐，咱三个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真理活命是你赏赐，福分的愿福是对你来。阮只是要用较无的心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分业，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中间，用保惠师来教示阮，透过苦牧师的讲道，互阮对你的话语灵命得到培养，信仰得到坚固，活出基督的香味，迎神悦人，会哪听人，会哪听你。阮来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来共读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6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第1节，希律最旺的时，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有几来先上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伊问讲：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伫什么所在？我有看到伊的生出世，专工来要拜伊。迄个王听到，心内着急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研学教师，问因讲：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因应讲：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城市中，毋是上美势的，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普鲁士班赞美代讲，唱出感谢。请你来，伯利恒的婴儿，求你互阮体会你的临在。当阮敬拜的时，会意识你踮伫阮的中间。请你来，做罗布的君王，求你教示阮你国度的道路，也用阮的心做你的宝座。世人的兄弟，求你向阮显明阮人生的意义，求你行伫头前，引带阮到上帝的面前，引带阮直到你的国完全实现。阿门。上帝
主耶稣，愿甲全世界的人在听候你的来临，受压迫的人在听候你公义、自由、讨放的实现，丧乡的人在听候得到饱足、温暖、安慰，富足的人在听候你开因的目睭，接受新的挑战。教会在听候你更新的活命、合一甲见证，愿同心迫切听候你4愿5望3听和平。主耶稣啊，愿你紧来。用虔诚的心点着蜡烛，欢喜等待迎子婴儿耶稣降临人间冷暖的世界。主耶稣，愿用虔诚的心听候，欢迎你降临冷暖人间的世界。主啊，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我要伫你的圣殿内拍锣拍鼓，
唱歌跳舞来学努力。愿你的信心，即时就降临伫阮中央，成做阮的主宰。阮知阮所信奉的主是活活的主，是值得学老，是值得尊重的。阮要伫即个特别的日子，尊主你最大，迎接你的灵伫阮中。阮要用心感谢学老你，阿免。下面要请考生道牧师来讲道宣歌圣诞。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互咱会当伫定着的时刻，咱同心来敬拜。特别是点伫个咱今仔日有一个动作，互咱大家准备心，咱讲叫做大港节第一主日，即个要紧的时刻，咱可会当通过妇女诗班因带咱进入真正的等待。踮咧咱的生活中间，特别是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咱拄过一个无一定是属于咱台湾人的感恩节，毋过咱拢会记得即款的感恩，提醒咱怎样回应上帝的听。因为伫咧上帝，我不知道怎么往下按哈。来下一页，对，来，伫咧咱基督徒，咱特别踮咧即个时刻，拄因为北美的关系，所以咱嘛同款有即个感恩节。咱会将即个感谢记住，但是下骹刷落去，迄句话对咱的提醒真重要。咱最近来读，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咱过去一礼拜拄经验着，也看到即款感恩节，所以对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咱常常会去背，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但是咧讲到即项的时阵，咱会记伫后壁伊讲的即项，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的。也就是讲，
当咱踮咧即个世间有机会明白着天父上帝遐尼大的疼，咱诚做伊的囝儿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阵，迄个时阵咱进入一款上帝的心意内面，伊意爱咱安怎？意爱咱的每一日拢会当充满感谢、祈祷，拢会当充满侪即款的欢喜。即三项是夹斗阵的，即三项若欠一项，另外迄两个袂出现。若无对心底所溢出来迄款的活水的喜乐，你袂开嘴感谢。若无迄款的感谢，你看代志的眼光会无同。你有缘会有一寡意见，但是若有对心内呈出来喜乐，会当开嘴感谢上帝的时阵，你会发现，逐项事拢要感谢。亲像罗马人书所咧讲的，上帝互万项事三甲来，就是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即款的信仰，伫咧咱感恩节拄过的时阵，咱进入今仔日，咱讲大港节第一主日。踮咧人世间，咱算几年几日？今仔日是2024年12月初1，咱是第日头。我们是用太阳历，跟着太阳来走。1月初1是什么时阵？12月31是什么时阵？是第日头来算。毋过，人世间真侪国家民族文化中间的算年日，是照家己的回应，照即个群体累积落来的回应。即款的回应来算年日，就会无啥共款咯。教会有缘共款，所以咱定定讲，今仔日是教会的生日第一日。若要用教会历来看，今仔日是第一天。咱讲大港节第一天，有人讲圣诞节就爱过4礼拜，为什么今仔日就叫做新年啊？若要用教会来讲，今仔日是新年，大家应该讲恭喜。耶稣就爱过4礼拜，若要照世间的日子算，未到，哪会今仔日讲新年？这有一点敢若亲像咱台湾文化的算年戏，咱捌听过即款的事实，毋过互大家会当体会。当一对夫妇因结婚1周年的时阵，伊的囡仔2岁。哇！迄个时代是不得了。古早迄个时代70年前、80年前，讲翁仔某结婚，讲这庆祝1周年的时阵，讲因的婴仔2岁啦。咱定定会碰到这。当咱若是年头结婚的时阵，年尾咱得到上帝的产业，有一个婴仔，所以一出世就1岁哦。过无几工，过1年，伊就2岁。所以，这对士大人结婚1周年的时阵，讲囡仔台湾戏叫做2岁啦。年尾仔囝，定定会碰到这款。所以，这是一个文化中间的算年日的时阵，咱会当体会到为什么咱今仔日教会讲这是大港节第一主日。这个大港节第一主日。帮助咱备办，特别是拄啊妇女诗班所吟的诗，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引带咱迎起多情立体的圣囝耶稣基督，然后咱仰望伊到上尾用欢喜来献伫主的面前，唱出感谢的诗歌，用这款的心情来开始咱新的年度。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到这个故事，咱真实的一个故事。每一摆伫圣诞节的时阵，咱若毋是看路加福音，就是会看马太福音。这个经文咧甲咱讲到，这几位对东方来，咱讲叫做博士，因要来找啥？因讲阮专工来，这个专工。就是我们特地而且预备了很久，那用咱即马所了解2000多年前，因可能用1世人踮咧敲找这项代志，咱会当体会对遥远的东方差不多，今仔日的伊朗古早波斯的所在，要安怎会当骑骆驼、骑马
遐尼远来到巴黎书城耶路撒冷的所在，咱敢若想象迄段路。过来，因到底伫波斯迄个所在，即几个博士用因迄阵的角色甲地位，属伫波斯中间的一个支派。因本来想要独立，无成功，所以尾啊，诚说波斯帝国中间真要紧的一个支派。即个支派，因甚至诚做亲像祭司的角色，诚做王的参谋。王有一寡代志要决定的时阵，拢会问即个支派。所以因观察遐尼久，因发现因所期待的有一项代志要发生啊！这毋是2000年前即个波斯帝国古早留落来迄款的文化。咱会当知影，伫人类的历史中间，常常期待有异象对天降落。连世间行到一款的程度，会发现讲已经无法度突破，无论是文明啊文化。咱真侪人去过埃及，咱若去开罗的时阵，看到迄个金字塔，翕一个相，然后坐骆驼，过来甲迄大大的一个纪念。咱甲伊回到那一页哈，我没有动，它怎么会跳呢？去埃及的时阵，咱有即款的参观。毋过，咱的确有一寡人，毋是干那停留伫开罗，你会阁坐游轮，还是坐飞行机对尼罗河往南行去洛索。若看到迄款的正平顶头，咱真歹想象啊，规粒山伊会当安尼甲拍甲亲像一款的神庙，安尼王法老坐伫遐。所以咱有听过老师甲咱讲，5000年前埃及即款的帝国中间，一个王若就任的时阵，伊爱做2项代志。第一项就是替家己起一个墓，替家己起一个墓；第二项就是替伊所敬拜的神明起一个神庙。即款的拢都要用30-50年的时间，用几落万、几十万人做阵落去做。一个王伊一生同重要是安尼。然后再来治理伊的王国。埃及的文化，伫5000年前，就互咱看到即款到今仔日也无法度了解，一块石头安怎拍出来，一块一块安怎甲贴起来。咱今仔日也无法度看。伫即款的文明文化中间，因悠远期待有异象对顶头来，因为人的文化、人的文明到一个程度啊。无法度个改变，无法度个进步，所以毋但干那埃及安尼尔，咱印象同深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名就是上帝的门。咱读小学的时阵，捌听到讲叫做空中花园。我迄阵读小学掠做空中花园，就是亲像阮兜2楼阳台种一寡花安尼，叫做空中花园。即马的文献甲咱讲，巴比伦帝国差不多3800年前，因迄阵的空中花园袂输诶，亲像埃及金字塔迄款的一个情形。所以伫迄个时阵已经感受到，毋那干那泥体，咱看到亲像金字塔迄款安尼，佫包括因所享受的，因所享受迄款的美感。水的代志的追求，巴比伦帝国，所以咱会当看到巴比伦伊统治的时阵，即个地图，互咱知影，差不多即摆伊拉克往西边，甚至会到甲地中海即个所在。咱对圣经所看到的第2届的巴比伦，是伫咧即摆的2600年前，但是咱咧讲前巴比伦，差不多3800年前。因悠远共款咧憔悴，甚至顶头会落来一个 vision， 一个意象，人到一个程度无法度个突破。真侪人爱去印度，并毋是看迄款有啥物神，也是讲较水的
科学技术。大家真侪人去印度是去敲碎迄个心灵。所以咱伫咧20多年前，真侪看着一本册叫《Deep River》深河，一个日本的作家所写。伊咧讲到一个信用性命的憔悴，伊憔悴走到印度一条恒河，用一个故事性。到今仔日21世纪，还佫真侪人想要去伫咧印度，毋是要去看什么款泰姬玛哈陵，这是几百年前的物件来尔。因想要去看几千年来到底印度的传统文化中间，因的心思意念是甚物？但是印度犹原同款，伊嘛咧敲碎对顶头来的一个意象、期待，甚至伫人的有限、软弱的中间会有突破。2500年前是同理性的时代，迄阵啊所留来话到今仔日，还佫是互人伫咧学习。咱看到遮个希腊的哲学家，即几个老师一代一代、3代的学生、老师学生所传互咱的，即寡的话到今仔日，咱也佫伫咧思考，还佫发现是咱的实况，对吧？有当时啊，咱会当了解，我知影一项代志，就是我什么拢毋知。咱到什么时阵会当晓悟即句话？当咱年纪渐渐大，事业也有工作，也有成就感，感觉小可会当满足。但是什么时阵咱会当晓悟即句话？我知影，我什么拢毋知。也是讲，当一条河，你无法度踏入去2届，哪有可能？淡水河我10摆、100摆嘛会当入去，对无？落去搁起来，哪有可能讲袂当踏2摆？伊咧讲到一个生命的河，生命的河流，2024年11月30已经过去啊，永远袂阁转来。你今仔日踏入去生命的河是2024年12月初1，甚至9点半你已经袂当阁踏落去啊，因为你踏落去的时阵已经9点45啊，时间一秒一秒真紧就过。这毋是今仔日人的晓悟，是2500年前所留予咱的。毋过，犹原同款，因的期待有一个愿望对天降落。因为伫人的文化，伫人世间的价值，遮个文明找袂到出路啊，找袂到出路。所以咱才会看到大港这4个礼拜的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咱做阵来读。多诚侪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造物的荣耀，道成肉身，在我们的中间，充满恩典与真理。多诚肉体，古早巴克的牧师翻译讲多诚肉体，咱现代台语讲多诚做人。所以踮伫咧2000年前，当耶稣出世的时阵，咱看起来敢若是圣经咧记载犹太人的一项代志。毋过，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对东方来这几位来讲博士，因经过几千年累积落来，对伫星的观看，因知影有无同款的代志咧发生。这几位东方来的博士到某一个程度，来代表过去3000年、4000年人类的文明文化所期待的，有一个愿望是对天落来，毋是对人所起造出来。无论金字塔、空中花园，还是任何一款的文明文化，拢是对地面上对人起的。但是这是要对天落来的，多诚做人。踮伫咱的中间，对伫安尼，这个世界要改变，人所徛起的世界要改变，咱要重新调整咱的目标、
5万甲迄个价值观。这是大港节第一主日，咱进入对伫今仔日马太福音，互咱看到即几位博士来，因互咱的一个提醒。所以多正做人，你讲到上帝伊家己来到咱的人世间，等于死国活，耶稣死国活上天以后，咱感谢主上帝，将伊活命的话继续留伫咱的中间。对伫伊家己创造这个世界，阿伯拉罕来立约，通过摩西，互咱有律法，嘛通过耶稣基督的国话，互咱看到多 logos 伫人的生命中间所有的真理甲恩典是甚物？这嘛是咱圣经互咱同重要的所在。所以今仔日嘛是咱普世，毋那敢若是台湾，世界真侪国家的教会将12月第一主日定做圣经主日，也就是讲，咱知咱个人的生命经验，也是讲群体文化、民族即款的领袖，拢咧期待上帝话、上帝家己降落伫咱的中间。所以，用咱台湾来讲，台湾圣经公会所努力、所咧认真进行的，嘛是要安怎，互咱徛起伫即个所在的人会当看上帝话读有、看有，佫会当了解。所以咱讲这是互当代的人的福音。咱正啊有一句话讲，给现代人的福音。毋过咱会发现，即个现代会一直变。咱啊，亲像2500年前，即个科学家甲咱讲，同一个时间你袂当搭入去2届。所以，伊迄个现代是一直咧改变，就是当代啊，就是今日啊。今仔日的人会当看到圣经。咱今年台湾圣经公会有翻译一本的圣经，就是右下角即个。特别要互小朋友看，有彩色版，伊有注音符号，啊，有英文对照，简单的英文对照，所以用即个会当送互小朋友。对读小学开始的时阵，伊毋若看汉字、中文的圣经，伊嘛会当对照到英文的圣经。咱期待敢若一项，人类所咧5万迄个vision落来，咱会当对圣经更较清楚来明白上帝对咱所要做的。那安尼今仔日的圣经，互咱看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因博士伊来是来甲迄个时阵巴勒斯坦同重要的宗教中心耶路撒冷。事实上，因毋知影要行到倒位。那照这个故事安尼看，因来到耶路撒冷的时阵，迄粒星敢若都无去啊！因毋知影要行去倒位，所以当然就去京城问头人嘛。去京城问头人，讲阮观察遐尼长的时间，知影有一个出世就要做王的，恁应该比阮更较知，到底伊出世伫倒位。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就是即项代志。这个代志咧讲的，咱会当看到伊来甲因讲的时阵，希律王伊就将人邀请过来，毋那敢若伊那尔。咱今仔所读，伊心内充满不安，然后伊就邀请祭司头以及邀请遮个文士，请因来。因为因是圣经同识的，就敢若亲像今仔日，咱若碰到一寡代志的时阵，咱需要上帝话，你大家就迄几句的金句出来。若迄几句的金句出来，你感觉也无够，你就会打电话给长老。我即马伫即款的情形，请你带我祈祷，用上帝话帮助我，也是你会找牧师，你会找传道，敢若亲像安尼共款，希律心不安。因为踮伫即个所在做王，我是对我老爸遐传承来的。过来要做王是我的囡仔，是我的囡仔。哪有讲多一个出世要做王的
会伫咧即个所在出现，那安尼我的囡仔要安怎？所以伊心内不安，这嘛引起耶路撒冷侪不安。对伫安尼，伊听到遮的这时头，遮的文书甲因讲会出事伫咧伯利恒。伯利恒伫耶路撒冷南边几10公里，开车真紧就到。伫咧旧约，咱称作以法他，有一个人叫做雅各，伊有4个妇人人，伊上听迄个拉结安息的时阵，伊甲安葬伫咧以法他，就是今仔日的伯利恒。踮伫咧伯利恒，阁有真水的故事，人称即个所在是牛失的仓库，粮食之仓，表示伯利恒这个地方它是很能够生产五谷的地方。所以伯利恒除了这款五谷丰收以外，有一对夫妇，先生叫波阿斯，太太叫做罗德。所以当因倒转来伯利恒的时阵，波阿斯的太太罗德，伊若想到伊的故乡，伊往东边看，因为伯利恒的角度会当拄好看过约旦河这个河谷，看到对方就是约旦河的东边以东摩押地，这是罗德的故乡。伊过来甲第二个大家来甲伯利恒，所以伊会当看到伊的故乡。所以这是伯利恒咱看到的故事。今仔日，这个文书这时长讲要对遮来出事，因为米迦书有甲咱讲到这项代志。所以咱对拄啊的经文，咱会当看到有3款的心情出现。第一款就是伊心不安，毋但敢若希律王，嘛包括耶路撒冷有一寡人听到这项代志，伊嘛甲希律王最近心不安。这是第一款。第二款人，咱看到因照礼仪拢行真好势，到底是毋是有一个要做王出世？迄则个讲，因为有太侪摆出现啊。阮期待的是弥赛亚来。这个弥赛亚应该还未到，因为照阮伫举行的献祭，照阮伫举行的礼拜来看，时间应该还未到，无照阮所期待迄款。所以因犹原踮咧圣殿发落敬拜的代志、献祭的代志，这对因来讲，迄敢若亲像过路人咧问问题啦。这个规个博士甲希律王问的，这是过路人问的问题。伊会当甲你回答，但是回答了甲我无关系。拄啊读的经文第3款，就是咱看到即几位对东方来，因带着一款敬虔的心，要来献因性命的礼物，要将家己献互因所在对天落来，即位要改变人类历史的王，所以因带礼物来。这可能是因一生唯一要做的一项代志。有一句话讲：“朝闻道，夕死可也。”你会当体会这几位博士，因一世人踮咧看星，有当时啊，因的王干问一寡代志，因就提供意见。因看起来敢若生活真好势，因差不多头壳内会当别人会当问的问题，拢伫因头壳内面来回答人。毋过这无满足因，因为因咧听候的就是阮的祖先等几千年啊，对顶头来的愿望，敢会真正实现吗？经过几千年教伫阮敢看会到，结果互因看到啊！因一世人会当满足。那安尼的时阵，因用一款亲像性命对切、敬虔的态度。来行因的一生，这是咱拄啊看到经文3款人。咱若继续甲看到12节，这段才是完整的。咱伫咧圣诞节甲主日学斗阵看，会到
马太福音第2章12节。所以伫即中间，咱若继续今仔日读到第6节，咱继续看希律就甲即几位的博士讲，咱最近来读来，恁去详细查问关系即个细汉囡仔的事，找着就来报我知，我嘛通去拜伊。即个王甲即几位博士安讲，我嘛毋知影伫倒位，对无？啊，恁找遐久啊，恁紧去查问，恁去找，若找着来报我通好去拜伊。咱知影，这虽然是唯心之论，但是是伊唯一找会到的方法。伊边仔的人，经学师也是文书者的祭司长，甲讲伫伯利恒。伯利恒，我要安怎去找到即个？啊，若即3个、即几个对东方来的，因已经陪伴遐久啊，应该因找到。所以讲，你若找到来甲我讲，我通好去拜伊。一个心不安的希律王，伊真正要去拜伊吗？所以咱即段经文一直看到第16节的时阵，咱会当知影耶稣出世的时阵，毋是平安暝啊！偌侪2岁以下的囡仔，因为伊受抬，即段咱会读吼。希律一个知家己互先向家骗去，非常受气，就找人将伯利恒以及周围所有的查甫囡仔，照伊对先向家详细查问的时算起，2岁以下的拢杀死。当咱咧讲平安暝、圣诞暝的时阵，咱会当想象无？伫2000年前，踮咧伯利恒甲迄四周围有遐尼侪细汉囡仔，有诶可能开始会当行、会当走，但是伫咧一暝的中间，拢互希律王派兵丁甲杀死。真侪人无仰望家己已经真习惯的生活受搅了。毋通，尤其是当我真稳定，我阁是掌管者，我阁是会当呼风唤雨，我会当料理一切。即款的生活，你毋通甲我改变，即款的结果毋通甲我改变。若要改变，迄是我的读爱，阮当爱除掉。伫我的头前，若有即款的挑战，都较除掉就好啊。甲我袂习惯的物件，无照我的意思来行的，这拢会搅了我。咱看到第一款的人，当今仔日咱咧听候的时阵，咱嘛期待咱想即项代志。第二个，咱拄仔咧讲到遐个祭司头，还是讲文士，因有缘共款，甲现世代志一项一项发落甲真好势。到到21世纪，有当时啊，咱嘛共款，这真重要。我个人感觉，礼仪有伊的要紧，空间会讲话，通过礼仪帮助咱敬虔的心，通过空间，咱会去经验到圣神互咱的感动。所以，这个是要紧的，是咱袂成做伊的一款过路人的心态。拄啊，咱所看到的中文的圣经讲哦，有一些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来，有一寡人目头悬，目神骄傲，这就是祭司长甲遮的文士祭司头，因无要接受迄个上帝的时间到，因为迄个时刻照因的了解，应该毋是安尼。是亲像1000年前大鼻王迄个款式，安尼才是弥赛亚啦。所以即摆哪有可能讲，互阮看会到，讲是一个婴仔出世，阮要看的是亲像大鼻王迄个款式。所以继续伫伊的礼拜，伫伊的献祭，伫伊所做遮的代志顶头，实在是稳定，真正是稳定。但是伊一日过一日，行来行去。希律王这款的不安，跟他亲像巡逻队同款。巡逻的时候就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挑出来。
但是这石头甲文书，敢若是巡查，好像在巡查，巡就是行来行去，查来查去看有照礼仪行无，逐项物件有照定位无，然后咱会当完成今仔日的献祭。因就是安尼来行，则把迄个从重要一个敬虔的心，煞失落去了。基督徒毋是安尼，你我，咱今仔日领受到耶稣基督所予咱一个新的使命，咱会学习亲像罗马人书12章第1节，咱定定咧暗念的即句安尼讲来，献互上帝做活活的祭，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旨意。也就是讲，今仔日是教会第一天，大讲节第一主日，咱会当伫主上帝面前立志，互咱会当逐工拢亲像今仔日，伫咱的心内点导大讲节的第一支蜡烛。你逐工，你的册桌啊头前，伫你家己伫啉下午茶，点倒一支蜡烛的时阵，都爱甲大讲节第一主日第一天念到底。今仔日踮咧咱台湾真侪人享受你的休闲时间，踮咧厝嘛点一个蜡烛，你都爱想转来今仔日是咱新年的第一日，求主帮助咱心智换新，甲主亲近，问伊看，什么是你的心意？什么是你伫我这个人的生命中间的心意？2024年已经行到一个坎站啊！也是讲我踮咧这个世间已经到一个段落，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互我会当明白你的心意，通好享受主上帝所欢喜、看做好、搁完全的生活。上帝所意爱是安尼，会记得咱一开始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19、18、13项无？就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这是上帝的心意啊！一个老爸老母对伫囡仔的心意是甚物？兼讲是伊读博士考第1名，事业成就吗？咱无小心可能会安尼，但是父母真正的心意应该毋是安尼，是望咱的囡仔明白上帝身体健康。生活路有活水对伊内面出来的喜乐，对不？父母对囡仔的心意是安尼啊，你会当体会天父上帝对你、对我的心意就是安尼。所以若安尼，今仔日是新年的第一日，大讲节第一主日对你的意义就是，过来的每一天，拢用这款敬虔的心，亲像咱拄仔所讲，这几位东方来的博士。因的心智，因的一生差不多都是，拢是第一日，拢是这款来献礼物，专工要来拜这个因所听候的。当年希律王叫因去找出来，真重要讲，我通我去拜伊。这虽然是唯心之论，毋过咱知影，圣经继续甲咱讲，这几位博士听到话，因。看到迄个几多年前、几多年来，因踮咧东方所看的星，佫走出来，所以因赶紧就缀迄粒星行来到即个婴仔的面前。因真欢喜，看到即个星来到即个婴仔面前，因就献上礼物。咱来读一段来，因入去厝内，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去拜伊，然后开因的宝盒，将黄金、乳香甲没药做礼物献予伊。后来，因伫迷茫中，上帝指示因毋通倒去希律遐，因就对别条路转去本国。这是一款若用汉语来讲，是一种循礼。敬虔的心，请做上帝囝儿，咱会当享受甲主上帝的亲密，
咱每一个日子，拢用迄款的敬畏、虔诚的心，亲像这几位博士共款，是一种循礼的人生。大港节要甲咱讲圣诞节要到，所以有人会安尼找来找去，无闲来无闲去，照代志甲创好，咱布置嘛完成啊。但是上帝看重是你这个性命，我这个性命。咱手头有做工，主欢喜。毋过伊搁较意爱的是你我，咱的心是有明白着伊，甲伊的心意相结连。这是一款顺利的圣诞节。当我们在寻找圣诞的时候，盼望我们有这种循礼的敬虔跟敬畏，有这款顺利，咱一日一日哪行哪接近主。伫咧伊引带咱的中间，你会去经验到，伫我的心内真正有一个主，这个主互我不由自主。这个中文较好了解，台语要讲的，就是有这款的感动，互你毋是用家己做主，进入这款的圣诞的顺利的中间，用敬虔、虔诚、用喜乐来陪伴耶稣基督真实降落伫你的心，所以。咱咧讲到圣诞节有真侪陪伴，遐毋是唱过去就煞。今仔日妇女诗班所吟的诗歌，会一直调伫咱的中间。每一句话，到上尾啊，咱献上感谢伫主上帝面前的时，咱求主帮助咱。2024年的圣诞节，咱毋是搁踮咧巡逻，甲即个媒体空间看好势，咱毋若搁是甲节目。一项一项甲陪伴，好好势，然后来服侍遮的福音朋友，还是新朋友。咱搁较要紧的是咱家己陪伴边，咱有一个敬畏的心，含主三个斗阵。所以伫咧今仔日拄仔我有讲过，是普世圣经主日正教会领受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伫咱徛起的世代甲所在，咱会当用社区、用即个国度来宣扬上帝话。宣扬上帝话的头前，就是咱会当清楚明白了解上帝话。所以每一礼拜、每一摆，当咱伫咧上帝话，也是讲伫咱的灵修、伫读圣经的中间，咱望会当甲台湾圣经公会中间有一个真好的参与。咱也是感谢教会黄春生牧师，嘛是咱台湾圣经公会的董事。圣经公会已经在世界各个国家拢已经有，咱知影第一个是对英国开始，超过200年咯。所以各个国家拢有这个圣经公会，这个圣经公会合起来有一个叫做联合圣经公会。所以台湾是这联合圣经公会的一个会员。伫这款的中间。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望你手头摕到圣经，你读有，你买起来，你若要送人，阁会当，过来你读，你会当相信内面的话，这甲翻译有关系。所以有当时啊，咱会看到一寡灵修的手册，会有的牧师这本好无？即摆灵修手册真侪，我讲无要紧，你若读落会平安，倒一本拢好。毋过，你无用敢若读迄本灵修的手册，不管伊叫做丰盛人生，叫活泼的生命，叫做啥迄咯，新眼光读经，不管就是倒一本，你无用敢若读迄本。50年前、40年前，咱毋嘛有人伫咧读大学的时阵爱读三民主义无？但是我到尾后，一学期结束啊，考试嘛考过，但是三民主义的本文我阁毋捌读过。咱拢读啥？拢读教授老师写的《三民主义论述》、新三民主义，拢是读遐教授解释的三民主义。本文哦，我煞无啥概念，敢若知影民主、民权、民生安尼啊，剩的就无概念啊。咱爱细腻，今仔日太侪即款的方便，特别
你若连这纸本的灵修的手册无爱，若连迄拢无爱看，你敢若手机摕出来点落去就好啊。有太侪互你看，啊，佫为着配合咱，伊佫时间缩到5分钟、3分钟，因为人今仔日的现代人吼无耐心，要听10分钟、20分钟，还是像咱西南教会讲道40分，这是足罕的。所以你若看 YouTube 3分钟、5分钟就要煞。咱恳求主帮助咱的确爱进入伊家己活命的话中间。进入伊的话中间的时阵，咱就会当看到，这毋是干那出版，伊爱翻译。咱台湾目前的圣经版本超过20款，除了和合本的修订本，巴克的牧师的台语，啊，佫咱现台语客家，啊，佫有足侪台湾遮的原住民族语的圣经，无论阿美斯、泰雅等等遮的。所以，这圣经当然，这圣经真重要，就是要互更较侪人用伊家己通识的语言来看。所以，对这个所在，全世界，咱会当知影有7000多款的语言，圣经全部也是部分已经翻译超过3800款。哦，这唯一的目的，就是互人家己看圣经。所以，你家己试看卖，你会用去做一项。拄啊，咱有讲，大港节即4礼拜拢有无同的经文，但是伊中心的经文是倒一在，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啊，你若背真熟的人，青年人，你可能会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你若背台语的多声六配，徛起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你今仔日转去写一款版本是你家己的版本，你安怎了解这句话？你安怎了解 Logos 多？你安怎了解诚侪人？为什么100年前巴克的牧师翻译做多诚肉体？现代台语为什么翻译做多诚侪人？肉体甲人有什么差别？充满恩典甲真理，你要安怎去表达这2项？这节就好。大港节这4礼拜，你逐工来用这节，想讲，若我写，我要安怎写？也是讲，若我要甲我的厝边讲，恁圣诞节咧创啥？我要甲讲，创造宇宙的天父上帝独生圣囝，诚侪人来到我中间，哇，莫伤长话。你要安怎甲伊分享一项？圣经的翻译版本遐尼侪，就是用母语来去翻译遮的。你我，咱嘛会当。将上帝话经过你的了解消化，来甲人分享。虽然咱踮台湾继续咧做这款的翻译，这款的过程有当时佫爱做修订，亲像咱教会嘛咧用现代台语的圣经，嘛发现讲这嘛都爱佫渐渐做一款的修订，通较适合咱今仔日会当用。咱即摆用所读的都是这个版本。现代台语的圣经，望通过安尼，咱互无共款年龄阶层的人，拢会当读。亲像我家己过去这11年踮伫台北树林教会服侍，遐个儿童牧区的小朋友，今年学习的，就是我拄仔咧讲迄个版本。因为即摆父母真侪拢互囡仔双语教育，我迄阵啊听到这足欢喜的。原来是。北京语甲台语的双语教育足欢喜的，尾仔才知影讲牧师，恁哪会去想遐去？是啥？是英语甲华语啊？幼稚园去甲你强调双语教育，倒一间甲你讲台语，干那教会的尔，干那台湾基督教教会。毋过就是因为安尼，我讲好不要紧，那安尼可以按细汉开始的时，可以当看英文。佮看到中文，还是看到波波因为有个人听讲幼稚园毕业的时阵，伊就开始会当听英文啊。咱用尽办法，就是望互人会当伊家己读，互上帝话感动伊。咱嘛有数位圣经，所以咱真侪兄弟姊妹，你踮咧你的手机，就是即个网站，你都用去点落去，不管伫倒位，你都用去抄找到相关的资料。
这拢是要互咱会当更较明白上帝话。咱嘛办真多讲座，过来一礼拜伫咱遮黄喜木博士要来，几个月前办过一届，即摆会过来，这嘛是咱会当做阵参悟的。所以通过遮的，你会发现，这本圣经毋是干那我安尼来领，原来我会当参悟通过这本圣经，互真侪人得到帮赞奉献。迄毋是干那台湾，咱的族久来领，咱知影咱踮咧台湾，还佫有真侪遮的陪伴咱的长辈，遮的。实在是讲起来，兄弟姊妹，毋是外劳，因是兄弟姊妹，因甲咱斗阵，所以咱嘛通过遮个语言，特别是通过福音书，通互因陪伴的时阵，因会当上帝话有福音，通互因看到。更较要紧的，互伫台湾即摆是愈来愈多样性的中间，咱会当看到因拢家己会晓读。家己会读上帝话，包括送互新人院要毕业的学生，咱嘛是共款。有圣经送伫因的中间，毋茫伊知影，伊学习到一个阶段，要进入服侍的工场，伊会当有一本圣经陪伴伊。大部分的人圣经拢几落本，咱嘛会当参悟伫遮。咱西南教会嘛有参悟伫即个手抄圣经，我毋知影迄阵你写几页吼。伫即中间，咱有一本圣经会出来，这拢是互教会兄弟姊妹国较踮伫上帝话中间有一个关系。道成肉体，徛起伫咱的中间，咱倒转去看即个道，你安怎明白？你去Google，你去了解，即个道就要甲咱讲着一本。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咱会记得无？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角比地，道就是上帝。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大讲在第一主日，毋茫上帝道、上帝话命的话，伫你的生命中间，互你得到活法，得到丰富，得到真理。甲稳定，同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我感谢你，互阮会当今仔日踮你面前敬拜阿罗，也恳求主上帝通过圣神奇妙的做工，将你话命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领受，阁会当补给，成做阮生活的影响甲帮助。愿伫个超找耶稣基督圣诞这个过程，愿知主你已经出世伫阮的心内咯，互阮会当享受道成肉体所带来的恩典甲真理。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按三甲来吟回应诗，圣诗63首，基督降世迄一时，请起立吟全首。
较济，即时是公道时间，咱为下面三项事来祈祷。头一项为大降节灵修谦卑，甲上帝同行；第二项为台湾圣经公会的翻译事工甲发展；第三项为12月8号圣礼典受洗甲加入教会者。请会友当声开嘴来祈祷。公道煞要请苏县长柯金城接续做结束祈祷。慈悲听人愿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伫来讲节的对于主日伫遮来当听苦行道牧师来传达你的话语，互阮知主你已经多成肉体伫阮中间，互阮搁一摆更加信靠你，听你的教示。嘛，搁一届搁警醒，有照你的教示来行也无，有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甲主共行也无。台湾圣经公会已经成立60几年，公会为着要互搁较侪人来明白你圣经的真理，有出版无共款的语言甲文字。册，互搁较侪人会当明白圣经的真理，来信靠你。我嘛求主会当保守公会事工会当顺利发展，互搁较侪人会当明白圣经的真理，行你的道路来荣耀你的名。12月初8圣典礼，嘛有在受洗礼的人要加入教会，愿望天父上帝会当保守。所有遮的人，拢会当真正感受你的恩典，来行你的路，来荣耀你的名。阮以上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这是咱的奉献。
请起立，咱用奉献诗来做咱的祈祷。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通知事项。首先拄则有人伫迄个公共便所迄个涂骹，有人在奉献吼，压伫涂骹，是倒一位麻烦咱会后。来甲我讲一下吼，看是要有志奉献，还是要记名吼？面顶无写。好，咱即马来看通知事项。头一项，12月初1，今日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今日邀请台湾圣经公会董事长。柯圣道牧师来咱本会讲道甲请安，请为台湾圣经公会进行的族群圣经翻译、读经运动来带导，也透过奉献来参与普世圣经福音的事工。本会黄春生牧师讲话讲台前往树林教会讲道，柯牧师是咱早期咱教会的关怀牧师。今日转来算是回娘家，咱泡泡个欢迎。第二点，今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是教会新年的开始。咱要点到大港节第一主日的知识，先知的蜡烛，伫主耶稣降生。进前先知以赛亚有预言讲，主要亲自赐予恁一个记号，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要甲号名以马内利。佮讲，生活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以往住伫死荫的地的人，现在有光照因。先知的信息为苦难的世代带来盼望。第三，新学礼拜日公民电影，阴暗6点半伫咱大礼拜堂，电影介绍，达赖喇嘛拄着图图主教，2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款拢经历过苦难甲暴行，坚守非暴力，慈悲因要甲世人分享生命的喜乐的源头。第四，圣诞节期，圣礼典，咱要敬请兄弟来预备心，领受主耶稣恩典的恩赦。下礼拜12月初8有圣礼典，头一场是黄牧师来主理，第二场是陈永文牧师来主理，儿童开放圣餐，张高文牧师来主理。12月24这写毋对是拜二，暗时7点半有平安暝的礼拜圣礼典，开放圣餐，黄牧师来主理。12月29是香港的迄个敬拜，孙宝玲牧师来主理。周报面顶，麻烦家己来更正迄会籍转入
吴陈美秀酒保社吴陈秀美，这麻烦咱家己来见证。第五，奉献编号的登记，欢迎已经领洗的稳定伫本教会聚会。那要未有奉献的编号，规定奉献的地啊，麻烦到12月初8之前来办公室来登记。因为要为着每年度的迄个奉献柜的更新。第六，圣经校秋季班，林良信长老的使徒行传，要今日甲下礼拜补课。另外，恢复的沟通甲信徒生活，12点半上课。请学员注意这个时间。第七，守护台湾的祈祷会，欢迎参加每礼拜五暗时7点守护台湾的祈祷会。12月初6，主题是做伙来为上帝国代祷，地点伫小礼拜堂。第八，有韩国宣教士甲生活韩语班的同学做伙做的泡菜甲美食的义卖，欢迎兄弟踊跃来购买。时间是下礼拜12月初8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伫咱济南教会中庭。第九，台神举行助理教授陈元基牧师概念退休的感恩礼拜，欢迎兄弟参加。时间伫12月17上午11点伫台神的礼拜堂。第10，中会选举谢玉贤长老连入中委，担任中会婚姻部的部长，并且受选北台女宣道会的主委，请为玉贤长老的服侍来代祷。11，圣经讲座主题最好的圣经译本，时间伫12月初7，拜六的早时10点，伫咱教会大礼拜堂。这个月圣诞的节期的庆祝活动，头一项圣诞下午茶，邀请白巴之父曹锡斌医师来分享信基督得平安。伫12月初8下昼点半，伫咱大礼拜堂。若有要参加请量早报名登记，因为有准备午餐后要食爱登记，方便同工来准备。第二，主日路甲少年团契圣诞的庆祝会，伫12月15上午10点45到12点。主题是耶稣伊听你，所以有圣诞节，幼儿的表演。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来参与，做伙来庆祝。会后有餐点，欢迎大家留落来交谊。第三，圣诞的赞美礼拜，伫12月22早时10点。这请注意这因为连续礼拜早时10点，毋是9点这麻烦大家注意时间。这个邀请众人来做伙敬拜，将一切荣耀归伫上帝。第四，圣诞爱餐，餐券1张50。咱对今日甲12月15礼拜后，伫礼拜堂的招待处来购买。周间请办公室来购买。妇女团契甲少年团契伫聚会因的聚会时间会用来买。第五，平安暝的烛光礼拜甲开放圣餐伫12月24后拜二暗时7点半，
咱要点点白色的基督之光的基督的蜡烛，上顶基督无罪纯洁的真光，照伫黑暗啊洗净世人的罪，哪洗遐尼白？时间是伫12月24暗时7点半到9点，有开放圣餐甲洗礼，补充报告，昨暗伫咱济南路甲咱教会中庭有青鸟的办道的活动，教会中庭涂骹还未清洗，所以请大家行路时爱细字，总会另外佫派人来清洗。具体消息，洪秀江牧师娘第2022年的8月初6安休，因的家族的墓园已经整理完成，家属定伫2024年12月14，中昼12点要伫台中嘉南园举行骨灰安葬的礼拜。迄天早时10点伫台中西屯教会举行汪时信牧师的告别礼拜。同款伫12点伫嘉南园举行安葬。若有要参加请办公室来登记。其他团契消息，大多事项请家己看。这是我来介绍新朋友。请刘佑勋伊进前伫第2堂有聚会，咱请伊起来我填。另外一位黄旭辉，是代表圣乐团会新的朋友，欢迎。好，咱彼此来请安。咱大家来吟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吟诗煞要请柯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众人三个斗阵，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庙道闭会，若有需要带倒兄弟，请老婆到伫咱济南路边雨伞骹
牧师长老也是同工来为你祈祷。